全国语文竞赛今年是台中市政府承办，其中一个较新的项目，读者剧场有台语组、客家组、原住民语组。却传出讲，这承办单位要求选手呢，最后爱用华语来说多谢。有网友批评讲，这语文教育和推广是在行回头路。经过抗议，这项规定已经取消了。有台语团体认为讲，应该是去训练每一组的工作人员去了解无同款的语言，唔是要求选手该讲华语。赛的队伍读书时，等待评判的提问。谢谢大家。这是全国语文竞赛读者剧场台语组的示范影片。结束的时，选手说是用华语说多谢。今年比赛是台中市府承办，17日在网络顶有民众反映讲，承办单位要求读者剧场的各组选手，在最后爱用华语讲谢谢，避免工作人员听无时间算唔对。但是讲母语的比赛项目说奉要求爱讲华语来做结束嘛，引起议论。语言意识吼，啊，个对这文化的尊重，其实是已经欠缺。教育局应该爱改进吼，啊，包括未来伫个学校教育嘛，要有正确的观念，互咱下时囝知。有台语团体认为，应当爱训练各组别的工作人员，了解无同语言安怎说多谢，唔是要求选手该讲华语。嘛指出，真侪项目在比赛进前说明规则的时，嘛要是用华语来讲，应当爱改进。另外嘛，就要重新检视全国语文竞赛的目的和精神，避免佮出现这种情形。这就是爱训练啦，所以咱应该是去检视讲，咱要安怎促进这语言的使用，伫比赛内底应该迄个语言的项目，就全部拢用迄个语言来进行。经过台中市议员和教育局反映了后，17日全国语文竞赛筹备会开会了，嘛已经公告，读者剧场无论是倒一个语言组别的选手，都唔免用华语说多谢来结尾。后续我们做这样子的检讨，的确是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说，任何的语言都是我们的国家语言，所以这一块呢，我们就重回我们的竞赛的规定，只要是竞赛员开口进行文本的表述，我们就会按下码表开始计时。那如果他停止表述，我们就会停止计时。咱来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决赛的时间分做2阶段，亲像演说、朗读和字音字形等等的个人赛，是伫咧11月22和23。另外，读者剧场这款团体赛是伫咧11月30举行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